好，谢谢大家哈。如果感觉他们的声音唱得不错的话哈，我们今天带来的 CD 剩下桌上这边哈，买 CD 啊都可以给他们签名留着纪念，也可以来跟他们照照相哈。今天晚上我们尽量唱到晚上的9点，今天天气太好了哈。如果感觉到要喜欢听什么歌的话哈，可以来我这里点歌，主要他们会唱，尽量为大家唱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假日愉快，谢谢。一代千秋万世，爸爸的微笑，甲酸酸的，把出无外苦的日子通过。男友好无机会，因为一个人只有一个老爸。 老爸，有钱嘛无地买。CD 已经出来了哈，如果感觉他们的声音不错哦，可以带回家听。
在家里、在车上都可以听得到他们的声音。因为有的歌迷常常要来听啊，有的时候说听不到，常常在抱怨说要来看他们唱歌啊，现在喜欢听他们姐妹唱歌，但是有的时候来听都听不到、看不到。因为啊，现在哦，全省的街头艺人太多了，光台北市的街头艺人就有2000多组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固定在哪里唱，都是在每个地方每个点都是要抽位置。抽不到位置，我就这样把它再来再去，再来再去，再到我今年已经70岁了，已经10几年了哈，所以没有办法固定在哪里唱哈。喜欢听什么歌啊？可以来这里点歌，只要他们会唱，尽量为大家唱哈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